怎么了？早上的时候，少夫人让我陪她去洗衣房找东西，然后她让我把你穿过的袜子给洗了，放到了你的更衣室。啊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别动，让我缓一下。他怎么能那么干呢？啊！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扶你上去？别动，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完了！西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都别动！叫医生，快！啊！不要叫医生，先把我翻过来。露露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而且特别的严重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老夫人想要把少爷这个毛病给改了，可是用了好多的办法，都不管用。露露，去把那些袜子，还有袜子旁边的衣服都给我扔了。好的，少爷。顾西城，我已经算过了，你每天丢掉1双袜子，1个月30双，1年就是365双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开销啊？这些钱呢，如果省下来，已经足够资助3个大学生全年的费用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顾少爷这个毛病，我改不改得过来？啊！天哪！露露，露露，怎么了？露露呢？露露啊，在下面忙啊。今天她怎么没给我袜子呀？我帮你拿上来了。拿。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！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呢？这个袜子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赖赖，你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他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由我负责。不行，给我穿上啊！这些快来人看帮助！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救命啊！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。我们采用多模块化。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了。常总说的非常好，请继续。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对我很不尊重。抱歉，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继续。苏妍希，怎么这么着急呀？现在还不是着急的时候呢。贺锦熙，你，喂，永远都在挂我电话。我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把检测报告给我呀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散会吧。
顾总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。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？顾总，您扔了会怎么样？不扔会怎么样？扔了的话，我回家有可能会死；不扔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死。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，还是扔了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不扔了吧。顾总，您开心就好。后面有谁要见我？进来。少夫人，这是你让我洗的袜子，我该给它放在哪里啊？我来吧，我来。你进房吧。哎。王斌，啊，看简历，你工作经验还挺丰富啊。顾总过奖了。喂，结果跟我说的一样吧？事情进行的还挺顺的，打算怎么办吗？没打算怎么办？老太婆现在不在国内，集团所有的理事明显的偏袒我这边。前段时间还要大肆裁员，搞得公司里面怨声载道。我这次叫你过来，只不过是想试试他。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让你进了公司，事情反而棘手了。为什么棘手了？别看他表面吊儿郎当的，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那说明他对我就有了新的对策了。喂，吃点水果吧。看见了，今天这个葛优躺不错呀。看下面，脚。什么脚？是袜子。就是因为这双袜子，我今天一天在公司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，还让常志成看了我的笑话。
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是人鱼公主变成人的感受，什么感受啊？就是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